Hello，大家好啊！近期我哋周圍都有好幾位朋友有胃病。我哋有個鄰居嘅朋友，經常出嚟窩狗，但係冇見佢一排，終於撞返佢。原來佢有胃病，睇咗好幾個月西醫，食藥都食唔好。佢又試過食薑，亦都試過食檸檬，都係唔好。咁樣我就提議，不如你食下椰菜。過咗2個幾星期，又撞到佢窩狗，佢好高興咁話俾我聽，佢個胃病好返好多，唔再波打佢。佢每日都食少少椰菜。佢係一個西婦，所以佢每次都係食 coleslaw。佢仲介紹埋俾佢個姐姐，因為佢個姐姐都有胃病。胃炎係一個非常普遍嘅病，原來全球有50% 嘅人都曾經患過胃炎。今集我哋會介紹胃炎嘅原因、食療同埋簡單嘅食譜。胃炎有好多嘅原因，其中包括飲酒、食煙、食咗過量對胃唔好嘅藥物，又或者太大嘅壓力，無論係工作、感情、生活。仲有一個最主要嘅原因，就係受到幽門螺旋菌嘅感染。胃炎其實係一個胃黏膜受損嘅問題，好似一個盾牌裂開咗一樣。喺治療方面，除咗生活習慣嘅改變，我哋要食一啲能夠修復胃黏膜同埋抑制幽門螺旋菌嘅食物。我哋推介椰菜。椰菜有好多種，但係我哋中國人會比較偏好食台灣嘅高麗菜，佢比較容易消化，比較腍同埋薄，亦都可以餵養腸道嘅益生菌。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益生元，佢亦都含有維他命 U， 可以保護胃黏膜同埋抑制幽門螺旋菌。早喺1950年代 ，Dr. Trini 係用生榨嘅椰菜汁俾佢有胃炎嘅病人飲。喺100個病人嘅裏邊，有80% 嘅病人喺7日之內已經好返，冇咗胃炎嘅病徵。喺近代2024年，喺患有嚴重胃炎嘅老鼠上高做咗實驗，發現椰菜有效地降低發炎，有效地去保護修復胃黏膜，而且能夠驅使個胃製造細胞性嘅抗氧化素。煮高麗菜好多樣化，可以清炒，可以煲湯，又可以生榨椰菜汁，亦都可以做 coleslaw 沙律，又可以番茄炒高麗菜。高麗菜係脆脆嘅，吸咗番茄嘅酸甜味。呢個食譜我哋遲啲會放喺視頻嘅裏邊，大家唔好錯過啊！其實近排再見返嗰個鄰居朋友，
事隔已經2個幾3個月，我問佢個胃而家點樣，佢話佢個胃已經冇事，佢繼續有食椰菜。希望呢條片能夠幫助到你，或者係你身邊有病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